海邊嘅可以睇到海喎。Hello，我係 Lisa。係啊，今日咧嚟到珠海唐家灣呢個位置，呢度咧係屬於情侶樓嚟嘅。咁旁邊嘅話咧就係屬於濕地公園啦。係啊，今日睇呢個項目咧非常之靚仔，可以睇到一線海景房嘅。依家我就嚟到項目嘅樓下嘅商業廣場，你睇下下面嘅話咧咩都齊晒噶啦，醫療啦、飲食啦、酒店啦、教育啦，全部通通齊全晒。呢度咧就係屋苑嘅綠化啦，因為佢呢個綠化咧設計啊同水系嘅話咧都係有專門嘅設計師係設計嘅，你都可以睇到啦。佢嘅樓間距嘅話咧都係有知名嘅設計師咧係設計嘅，所以咧佢呢個樓間距嘅空間咧都非常之闊落，非常之舒服咯。依家嚟到示範單位啦，呢個嘅話咧就係57方嘅，可以做到2房喎。呢度就係廚房嚟噶啦。57方可以做到2房，然後嘅話咧，空間嘅話咧都唔算話好細，哇睇得到啦，你睇下啊，仲可以睇到海景啦，然後仲可以睇到我哋濕地公園嘅。咁咧，其實我都好佩服呢個設計師啊，係咪先？睇個空間嘅話咧都唔算細啦。住喺呢啲屋苑嘅環境，其實咧都係一種享受同放鬆嘅。我哋今日咧嚟到睇呢個樣板房咧係2房，建築面積嘅話咧係72方嘅，可以見得到啦吓。呢度個空間嘅話咧都係非常之闊落嘅，呢度有3米幾咯吓。一入嚟嘅話咧，其實就係食飯台嚟嘅。其實交標嘅話咧，呢個門咧其實都係非常之高嘅質量啊，係有密碼啦，有指紋啦，係防火門嚟嘅。好，咁我哋入去廚房睇下。廚房嘅話咧，到時候交標咧喺呢啲3件套啊，4件套啊都有咯吓。抽油煙機啊、煤氣爐啊、消毒櫃啊呢啲仲有熱水器啊呢啲都有嘅，係啊。咁我哋去房間參觀下啦。房間嘅話咧，其實都係大同小異咯，因為佢建築面積嘅話咧係72方，可以做到2房。其實我覺得都非常之空間嘅話咧，都其實都 OK 噶啦。係啊，主要嘅話咧，呢個樓盤咧其實就係珠海咯，係唐家灣啊。咁呢個項目嘅話咧，佢主打嘅話咧就係一個環境好啦，可以睇到海景啦。樓下咧又係商業啊，然後嘅話咧又有濕地公園啊。主要嘅話咧都係養老同居住為主嘅。好，咁想了解更多嘅話咧，可以嚟實地係嚟參觀下啦。我係 Lisa，我哋下期再見啦。